今日呢條視頻呢，我專門係放漏嘅，大家一定要睇完。無論係滿六嘅無事牌，同埋大方牌、大圓牌，仲有滿六戒指，大家可以感受下我哋嘅款式、用金同埋鑲嵌嘅品質，而且價位平到你唔信。第一個大方牌，全部係有種水嘅果綠色，後邊仲係實心金可以揭蓋。另外仲有長方形嘅無事牌，同樣做咗揭蓋嘅設計，冇墊底啦。同埋啲金用得好足好厚，呢個都係18K 啦，加天然嘅南非鑽。接落嚟呢係水滴型，如果中意修身啲嘅身材苗條嘅朋友就可以試下呢款。呢個呢更加簡約大氣，揀咗個心形吊墜嘅朋友就可以揀埋呢隻戒指啦，佢可以配成一套。如果揀無事牌嘅朋友就可以揀嗰兩隻無事方戒，所以亦都可以湊成一套。呢啲呢就係一啲百搭款。好啦，最後公布價錢。啱啱呢，我展示俾大家睇嘅，通通1萬幾就放漏俾大家。而家大家都知道啲金價好貴，光係金嘅克重同埋鑽石嘅價錢咁大氣嘅鑲嵌，可以講次嘅放漏翡翠嘅界面基本上都係冇收費。如果有啱眼緣嘅，不妨同錢錢交流買翡翠，唔踩坑。